看到这个。热不热？他说你怕热不？谁在前面啊？是拿错吗？不会是用机哦？取真吗？取真吗？那个叫什么4个字的，搞忘了名字了。那个1米叫1.75米。看吧，那一位在后面，他这个这啥名字？还是这样，这么这样，在这里。这样，啥烧度嘛？
儿给你喝哈，你睡了，我这个。刚刚他在这儿换衣服，这样。晒汗水，有我一直。
那个，哎呦，搞忘了，明天你买个那个背带，背上就不怕热了，哎，太热了，这眼睛里面全是汗水，靠，怎么这么热？今天很热，他们后面加点梅子儿啊，现在家里面梅子只有我把它包出，因为现在我们家孩子是8点钟才放学，晚上8点钟才放，以前6点50就放了。
全身是汗，他们跳舞的更热闹。过去吧。哇，今天洗了一碗的干叶又湿透了。
属羊的母女，哎呀，好一点点。我跟他们喝了水，我自己也喝了，然后眼睛里面的汗水全部擦了一下。今天换了2件衣服了，太热了。
你不喝水啊？喝水啊？啊，喝水噻。哦日，再次擦汗，哇！再不擦又飙到眼睛里面去了。哎，太热了，这个温度30度，感觉体感应该在，哎呀，反正就是很闷热那种。老六现在好用力，跳得好好。
还没有，慢慢，还是有点缺。抢到3兄弟，3姐妹，10多姐妹。
也了解我，说怎么个哟？哇塞！小李老师，我要录狗，好久没录它了。下面应该是湿的，啷个噻？水的嘛，汗水的嘛，看嘛，全是汗水。好久没录它了，不是全是汗水啊！爸爸，我查一下，因为只能给他肚子查一下，我纸没带够。我那有。我跟他肚子查一下，他肚子底下全是汗水。哎，这个是好久很可以，好久没查这个了。气象会，那这个车里。哎，我查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把那个插在包包里嘛。行吧。吃饭了啊！哎，他去了。你说把那个铺开一下，给他查一下汗。选过。哎呀，好久没录它了。那就给把肚子给他查一下。好了，清明好了。这水是哪了嘛？就是给他查一下肚子。好热啊！今天上雨天好凉哦。马上行，哎呀，可以。好久没跳那些老虎了。康小青。哦，那个腊肠旗，腊肠旗。热了，给他喝水没得哦？我喝了呀，他都喝了的，我都喝了2次。他一直在哈气。对啊。
我就买个袋子，买个那个背带那种。哎，对，背用那个肚子在背对，背着。我的那个包包它在里面很热，对，它要出来。他一直想，还是想要的，来嘛。可以消化。他不干，我抱到他还烦，好久没撸它了。冬天可以，过了10月份再撸它。这个很热乎了嘛。过了10月份我还要撸它。还是买一个背着。我背那个买那个包包，特别那个包包，它里面不舒服，它要出来。今晚月亮好亮，还是热，今儿热。今晚30多度。33。主要是外面很热呀。明天34，明天还要更热。主要是外面温度很高啊。跳分散了，这儿3个，那边还1个。马长琴。最近小西火了哦，这刷好多视频都是他的视频。最近小西火了。小西待1个多月，不晓得好久走。基本上每次刷抖音小视频，都能刷到他的视频。干嘛？一直都是在贴。不，你刷到是因为你经常看他的，我没啥刷。不是，我关注这些都是摄影师。这些摄影师基本都在拍他。像河流啊、藏米拍呀，还有罗马那些的都在拍他。那个金山元帅也在拍他。好多那个小学民歌也在拍。罗马那边的都在拍他。好多摄影师在拍他那个，因为摄影师关注的比较多。这个双蛋错也是。好，这样子。休息一下，太撇了。你撇到一直在不能休息，想偷懒都偷不了。我们不要打他动作。15的月亮，16月。这永贞没来，还有拉姆娃也没来，还有永吉没来，还有哪些没来呀？太多了。00啊，豆儿都没来。对着跳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有意思。别过来。
是，跳了一个手拉手的腿部锅庄，好久没跳了。我们把球球嘛。全部吃完了。我老两个我来记到了，我来记到了，我水都喝完了，我老的。哎，做好事。谢谢啊。肯定噻，每个都吃完了噻，每个都吃完了的。
开店嘛，真没。好。真没。店呢？哦，错了。哇！不想拉丝的吧？对啊，这个漂亮的放一个，再往上提吗？可以。
哎呦，热我想跳了，没有，好热呀，全都湿透了，他们更热。有了，下班了。跳人就跳少了，哇，全身湿透了，至少上半身全湿透。哇，这个一会儿睡，还有这个一会儿睡。一个小时20分钟。这样不是。不是。啊？哦，还没好嘛？
瓷娃娃，好久了还没有。就是啊，衣服哪儿呢？我看那是。观看笑一下。同一号码。叫好久，对，浪费电池。
教练。我刚刚说了要不要我看他不要，我给不回。啥信息？这个纸是什么纸？哎，哎，很熟悉啊，我一下就想不起来了。那旁边的伞还在用没有？在用啊，然后基本都拍出来怎么样？晚上比可以，基本用那个就不用相机了，就是在基本上要好。我场里拍，在我场拍咋样？都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是它太宽了，它这个镜头太宽了，它相当于1.8那种，比24还宽，超广角。笑！全部拍进来了。因为他是就我们来一起嘛，一起嘛，反正他们撇他单独撇的。要10块钱啊！我跟你说，要10块钱啊！要10块钱啊！加油！那个名字怪怪的，嘎嘎松松，就是跳过几次啊，跳过几次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不就有点还有点短。
谢谢。哎，不用说谢谢。哦呀，对，这才好。哎，那谢谢。叫卧底警察？谁叫什么叫他名字？为什么叫卧底警察？听错了，没听说过，我只叫他听错啊。他是他自己卖东西啊，没来，这段时间都没来，应该在老家没回来哦。我搞忘问了，应该问缺针才知道。我今晚问一下，我这两天问一下，我问一下清楚。坐在哪个位置？他回来肯定要在这边跳舞。太热了，成都现在还将近40度，所以说晚点回来是最好的。放这的，放音乐，来，都放。我好好看一下小龙，他不好好看，要放跳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小还没准备好。笑死我了！他们背着背着就没了，就哎呀！开始啊！在这看好，看这。还是用相机拍好是吧？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只有2分钟。这个设置键我设置不来，这个也我也。还有2个设置。咋回事？全程一起跳，一起跳吧。哎，来笑嘻嘻的跳了吧？去跳吧。他也在跳，一起跳吧。看吧，没人陪他嘛，主要是一个人跳没意思。好远哦，长得太远了。这样。